港股出現恐慌性拋售，恒生指數同埋國企指數雙雙跌穿250天平均線，即係俗稱牛熊分界線，市場氣氛急轉直下。財經記者龔偉儀報導。你好啲先講，或者你想記得點沽得㗎嘛？好啲。聽日21000添啊，聽日飲雞。美國經濟可能衰退，觸發歐洲同埋亞洲股市連續第二日急瀉，上海同深圳股市普遍跌近4%。港股連續2日急挫，恒指已經蒸發近3000點，低處未算低，未有棄船逃生嘅散戶唯有再坐一回。政府唔嚟救市，你係我哋呢啲人死晒啦。即係你係想政府都出下手啦？係啊，出下手係啊，嗰日唔跌啊，任志剛你出嚟救市。恒指一開始就插水式跌1194點，未夠5分鐘已經跌1500點。中午12點沽盤增加，最多跌近2000點，跌穿22000點水平。中午收市報21904點，跌1914點，跌至5個月低位，成交829億。花旗認為市場唔應該過分憂慮股市調整，相信各國中央銀行會出手救市，估計美國今年嘅減息幅度會超過2厘。中央銀行不但只係美國、英國、歐洲嘅果斷嘅行動咧，會肯定咧係我哋嘅信心咧就睇到個市場咧係會咧有一個比較好嘅反彈，因此咧就唔應該咧過於咧係憂慮啦。藍籌股全面下挫，中國移動急跌6%，險守110蚊；匯豐跌穿107蚊，係4年幾低位；港交所跌穿159蚊。息口敏感股被拋售，東亞銀行跌7%，早前強勢嘅港鐵亦被洗倉，急跌1%。中國人壽跌1%，中國財險跌近2%，拖累國企指數跌近1%。金價、油價急跌，招金礦業跌超過2%，中海油就跌1%。無線電視記者龔慧儀報道。受到外圍股市拖累，內地股市連續2日急挫。有分析師話，市場已經係非理性拋售，唔排除上證綜合指數下試4500點大關。財經記者林達威報道。外圍跌唔停，拖累內地股市連續第2日急瀉，上證綜合指數低開近2%後，一度跌超過6%，深證成分指數跌超過600點，跌幅達3%。啊，就還是短線，以短線為主。為什麼？它現在還是不穩嘛？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就是我覺得跌很正常的。什麼時候反彈？你覺得？我覺得過2年應該沒問題吧。市場人士認為，除咗受到外圍影響之外，重磅股平安保險增發 A 股，巨額集資1400億元人民幣，亦都係拖低大市嘅因素。有內地分析師指出，現在調整係非理性下跌，預期後市會繼續弱勢。中國平安披露了再融資的方案啊，它簡直就是大開口。由於大家對於未來市場擴容節奏的擔心，加上內外的聯動，因此股指呢很輕而易舉揭穿了一些重要的技術支撐位。現在調整是非理性的了，4500點以下的下跌空間非常有限。金融類股繼續係重災區，中國人壽同中國平安 A 股一度跌超過7%，交通銀行跌超過6%，中國石化跌近6%。無線電視記者林達威報導。內地股市目前係全線下挫，上海 A 股指數跌280點，上證綜合指數跌267點，深圳 A 股指數跌84點，深證成分指數跌837點。睇其他新聞啦，尖沙咀一條地底食水管爆裂，交通要改道，有20幾條巴士線受到影響。陳佩瑩而家喺尖沙咀嘅現場㗎，